原則上下年即係2026年咧就應該先跌後升嘅，都叫做虛擬嘅嘢、虛假嘅嘢啊。如果應用喺金融方面，就可能有啲嘅泡沫啊，容易爆破。咁但係去到九運咧，大家咧就開始越嚟越獨立啦。咁開始係我為咗我國家謀利，你為你國家，我唔想同你合作啦。你要賺錢，人係賺唔到你認知以外嘅錢嘅。你唔變，個世界就變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我哋見好就收，盡量你有得短炒就短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啊歡迎大家收睇 June Day Media 啦，咁啊我哋就嚟到馬年啦，我今日好開心咧，揾到靚女師傅咧，阿 Yuki 上嚟唐碧霞啦 Hello， 好開心啊！係啊，其實又見到你啦。我哋上次咧做嘅時候係幾年前做節目㗎啦，我哋頭先有數過，應該4-5年前，都有4-5年有。咁啊，但係依家今年嚟到馬年咧，因為我要 activate 翻我嗰個 June Day 啊嘛，我話喂，我同啲 assistant 啊同 helper 講話，不如影多即係拍多啲片啦。係今日其實係佢叫我拍多啲片嘅咁樣。咁我又見到呢一個嘅個市場上面咧，或者係呢一排咧，哇好多，因為臨近呢個新年啊，咁樣梗係咧要知道好多即係投資啊方面要做一啲功課嘛。2026啊馬年展望，咁咧最近我睇到咧，又其實都唔係最近啦，做咗好多年啊，有好多咧大行都會做啲風水指數啊嘛，係咪？有。係啊，咁啊，所以我就話既然係咁我不如即係揾阿 Yuki 上嚟，我同佢又咁熟啦嚇，即係扮熟啦嚇。我哋而家成日食飯嘅，而家成日食飯嘅，係啦。但做節目就真係呢幾年就冇。係啊，咁啊，所以咧就話，咁既然係咁嘅話，我真係揾阿 Yuki 幫下手啦，同我哋咧批一批馬年啦。但係反正咁大家咁中意聽呢一啲，即係我哋叫做係玄學啦咁樣。咁我其實年好似聽完之後咧，有啲人先覺得心安理得㗎嘛，係咪？咁啊，所以好開心。咁啊 Yuki 咧話又送個書俾我。咁啊，大家記住嚇呢一排咧過年之前咧就去買呢個運程書啦嚇，幫襯下阿 Yuki 咁樣。咁啊 Yuki 都寫得辛苦㗎嘛。其實寫完呢一個之後，又好快又要寫下年㗎咯喎。其實應該點樣講咧？我哋係年尾，其實由我諗9月10月就開始忙，就要開始寫。係啦，咁唔係9月10月開始忙先做嘢嘅。咁跟住忙完啦，咁可能去到3-4月，跟住就要寫，因為我每年本運程書都係7月喺書展嗰度出㗎嘛。咁所以可能我哋截稿時間可能又要5月中左右，咁所以其實可能3月左右我就要再開筆啦咁樣啦。個年初一都唔知過咗幾個，正月都未過咗好耐，未即刻就要準備。係啦，就即刻要開筆就準備要寫咁樣，因為如果未嘅話，可能印刷啊、校對啊，因為校對其實來來回回都用好多時間㗎嘛。咁可能第一次我覺得有問題，第二次咁可能我記得我呢一本馬年我校對都差唔多來回咗6-7次。哇！係啦，因為我都幾着重啲細節位，即係可能一錯我就覺得唔得，我要再嚟個成個再整個，或者可能有陣時因為出版社我哋寫咧，有陣時可能有啲圖咁，可能佢又睇錯咗啲字，咁咪會比較麻煩啲。咁所以就準備時間要多啲。咁但係我哋每年最得閒就可能7月8月啦。OK。好似放暑假一樣。但係而家你又好忙啦，因為你要即係跑唔同嘅地方同埋媒體啦，一齊講下你本書啦，亦都要幫我哋咧，即係指點下迷津啦，新一年啦咁樣。喂嗱，咁我哋咧 June Day Media 係要做投資㗎嘛，係咪？理財啊、投資啊、finance 啊咁樣。咁當然就要留意下啦，因為其實過往呢一年咧都即係講緊上一年係蛇年啦，咁樣有上有落嘅咁樣。即係你睇即係嚟緊呢個馬年咧，整體個投資大環境 in general 啦，會唔會話即係又會一個複製翻一個咁樣嘅狀態咧嚇？其實去到馬年咧，反而咧其實個變化會比較大嘅，因為第一啦，咁其實就去到2026年，咁我哋坊間成日都講啦，咁其實我好多年前，我記得好似係應該係5年前有本雜誌訪問，咁嗰陣時就係講得雜誌名喎。可以講。係咁嗰陣時 iMoney 就係訪問啦，咁嗰年就咁啱我就做咗個封面故事嘅，咁嗰陣時我就第一次睇出嚟，我就話26-27年就有赤馬紅羊劫嘅，咁所以咧就嗰陣時22年嘅時候我就話嚟緊2023年樓價會跌啊，或者嗰啲金融股票開始會差啊咁啊，咁其實呢一個 concept 其實係由差唔多4-5年前就已經提出嚟啦，咁去到今年終於都發生一件事啦，係啦，因為咧2026-2027年咧點解叫赤馬紅羊劫咧？咁就係因為本身2026年就叫做丙午馬年啦，2027年咁就叫丁未嘅一啲叫做羊年啦，咁都係因為丙丁都係火嘅意思，咁所以本身馬咧咁就叫做赤馬，咁本身羊咁就係丁咁都係火，咁就叫做紅羊嘅意思。咁赤馬紅羊一加埋嚟咧，
傳統上面嚟講咧，其實每次可能成個大環境啦，每逢赤馬紅羊劫都有啲大事發生嘅。咁大家可以即係上網睇翻，可能1967年香港發生咗啲咩事啊，或者可能香港都曾經發生過一個比較大嘅天災，咁就叫丙午嘅風災啦。咁嗰時都造成好多人嘅可能過身啊，或者可能不幸啊咁啊，甚至乎其實係一個社會方面都會有好多唔同程度嘅變化啦，天災人禍啦。咁因為咧，其實每60年，因為天干地支每60年一轉噶嘛。咁今次點解會咁即早咁多年前就提起呢件事咧？因為其實咧，而家第一赤馬紅羊劫火上加火，第二樣嘢啦，咁亦都係一個叫下元九運，咁都成日聽㗎啦。我哋成日話下元九運，我哋女仔啦，中年女性，我哋就旺中女，但我哋係啦，但我哋講得好聽啲，我哋叫九運女啦，就唔係叫中女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咧，因為今次下元九運本身都係火得好重㗎嘛，因為下元九運其實係180年一次嘅火運咧，我哋有金木水火土運，咁就係分佈喺180年之間。咁180年當中有其中20年係火年，就係咁啱而家呢刻啦。咁跟住呢60年最火嗰2年又係咁啱，所以堆得好勁啊！咁所以咧，成個經濟嚟講咧，由於好火嘛，咁火第一啦就代表住一啲嘅變化變動，同埋亦都係代表住啦離火卦。咁離火卦咧，佢本身嘅卦象咧，其實佢個上爻同埋佢嗰個下爻咧係個陽爻嚟㗎。個中爻叫陰爻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代表住外實內虛之意，亦都代表住好多叫做虛擬嘅嘢、虛假嘅嘢啊。如果應用喺金融方面，就可能有啲嘅泡沫啊，容易爆破一啲嘅嘢，好多一啲虛擬嘅假象。大家睇到好似以為好 OK， 但實際唔 OK。因為每次轉地運之前，即係可能前嗰幾年咧，都會有啲嘢可能會吹得好勁嘅。例如以前可能千禧年嗰時就科網股爆破啦，咁嗰時都係由可能轉入去白運嘅時候，又係會有呢一樣嘢啦。咁而家可能轉入嚟九運啊，又可能會有呢一方面嘅問題啦。即係可能會未入嗰個運之前啊，已經會有好多嗰啲唔同嘅 concept 啊，嗰啲會有一個叫做好虛擬、好虛假嘅嘢咁樣，就大家就會認為哇，好似好 OK 喎，我一致我相信咯喎，但實際上就未必嘅。再加埋本身火克金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金融股票咧，咁佢係會比較容易大起大落，容易有啲比較大嘅變化。例如可能上半年咧，我哋嗰個太逆數咧，咁就叫做山地剝啦。投資方面就容易出現損手啦，因為其實都立咗春冇耐嘅，其實呢1-2日都表現得唔算太好。即係一立春一踏入馬年，因為我哋嘅角度就係2月4號就叫馬年啦。咁佢應該原則上下年即係2026年咧，就應該先跌後升嘅。下半年會好翻少少，即係下半年嘅卦象好翻啲。咁但係你話如果我想短炒獲利啊，或者我投資啊嗰啲，其實都真係睇個人嘅，即係一啲叫能力嘅。揾到大嘅錢就真係睇翻你個人，睇你對眼有冇神，同埋你做事夠唔夠決斷。特別係買賣股票，你係必須要係極決斷嘅。我有冇神先？我有。好有神。嗱，咁你哋要跟我一齊睇 number 啦嚇。我覺得都 OK 嘅，我都化咗個眼妝。眼神係唔使靠化妝嘅，係咪啊？唔使凌厲係咪？要係。唔係凌厲，係黑白分明，炯炯有神。其實你本身對眼係有神嘅，就算唔化妝，其實都有神嘅。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，我好似前一晚我捱咗嘢啊，會唔會冇神？唔會㗎，因為眼有神嘅人代表住有目標感。所以小珍你哋好有目標感㗎。真係好啦，好彩啫！嗱，咁啊大家可以 OK 嘅，眼有神嘅人投資好叻嘅。咁掂啊！喂，咁如果係咁樣嗱，馬年咧同過往幾年咧嗰啲生肖相比咧，嗰個氣氛方面又點咧？會唔會話即係其實雖然可能佢係波動啫，但可以好熾熱㗎嘛，係咪？咁如果你一路升上去，有啲人可能都獲利啦，咁反而會丟淡咗咁樣。咁今年馬年又如何咧？我覺得今年反而金融咧，其實因為如果佢論排行，如果其實係排第2位嘅，即係金呢一方面嘅嘢。咁但係你話係咪去到好好？其實又未去到好好，因為始終成個馬年咯，最 hit 都係火。火嘅板塊超多，咁可能一啲叫做AI 啊、石油啊、美容啊、化妝啊，可能一啲嘅直播啊、虛擬嘅嘢啊、自媒體，呢啲全部都係火。而家仲得喎，啲談生意即係。可以啊，因為本身九運火就超 hit 啦嘛。咁你再去到可能就2026年，咁只會更加 hit 嘅啫。又或者可能係女仔貪靚嘅嘢啊、美容化妝，甚至乎整容都可能會 hit 㗎。係啊，我覺得以前整容咧，即係你都可能有啲戒心，但係而家
家都發覺咧，大家對整容呢一樣嘢咧，都已經係越嚟越接納㗎。同埋可能醫美啊、靚嘅嘢，因為火嚟為火嘛，火都係代表住麗啊、靚嘅嘢啊，咁所以好似小珍咁樣生得靚，咁就有運行咯。係啦，眼又靚，個樣又靚，咁但係如果整靚咗都會有運行喎。如果咁樣我哋嘅建議就唔係好建議整容嘅，我建議你哋可以美容，點樣美容都 OK 嘅。咁但係因為整容咧有一個問題嘅，整容你容易破相，因為整容唔係100% 成功。即係例如假設，我覺得我個鼻唔夠高，咁我要整高啲個鼻。咁你整高啲個鼻，咁你整得好，咁當然開心啦，靚啦。咁但係如果整得唔好，可能會歪鼻嘅喎，或者個鼻到時歪咗就好麻煩嘅咯喎。因為我哋嘅角度就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，就盡量就唔好整啦。同埋我哋唔同部位有唔同嘅年歲嘅。假設我而家行緊眼運，我當我係35去到40歲之間行緊對眼，咁我對眼如果我整歪咗嘅話，其實嗰段期間就會有影響嘅咯。同埋女仔個鼻，第一啦代表住財帛宮揾錢嘅地方，第二咁代表住夫宮，咁所以係啊，好咁緊要喎！原來女仔個鼻真係，咁個個走去整鼻啦。所以咧，唔知你有冇留意咧？可能有啲女明星咧。可能開頭個鼻唔係好靚嘅，咁整咗個鼻啦，咁就話嫁得幾好啦，咁但係過咗幾年咁就婚姻可能有啲第三者啊，或者老公破產啊、離婚啊，咪有啲新聞嘅，可能就係因為本身個鼻唔係好靚，咁可能代表住可能未必個老公咁有力，咁但係因為佢整咗個鼻嘛，咁所以好似有借咗個運咁啊，咁跟住去到佢真係可能行鼻運啊，40到50啦，你真係點樣到時都會認翻出嚟嘛，所以其實我哋唔建議整容嘅，但你可以美容，係啦，即係當然你話我皮膚好白咁，梗係好啦，或者我唔好有雀斑嘅，咁梗係好啦。即係因為，但係即係我哋嘴唇搽翻啲唇膏，有啲氣色係好嘅。我覺得靚應該要由內至外會比較好啲嘅。所以身體健康啊最氣色最緊要。冇錯。喂，咁好啦，咁啊翻嚟，如果係講即係投資方面啦，扮靚我都好中意講嘅，留翻下次先。我都好中意講扮靚。咁如果香港同埋咧嗱，我哋成日咧即係睇呢一個嘅風水命理啊、玄學啊，咁都係講緊一個中國人社會啊嘛。喂，但係我哋而家炒股咧係講緊中美啊，或者環球股市嘅，咁就話即係對嗰個即係華人社會又好啦，或者係西方社會嗰個財運會唔會有啲影響嘅咧？會比較影響得多嘅，因為其實成個2026年其實個地緣政治係非常地緊張啦。咁再加埋因為立春嘅八字咧，咁就係有一個叫雙官見官為和八端嘅情況。因為立春個八字咧，咁佢就身強無財嘅意思，咁就代表住啦，可能國家同國家之間會因為一啲可能叫資源啦，或者話事權啦，而起一啲嘅爭執啦、麻煩事啦，更甚者有機會會引發戰爭嘅。因為其實本身九運，其實九運最緊要嘅重點就代表住打仗。對上一次嘅九運，其實美國都發生咗一啲比較大嘅戰爭嘅，咁所以都比較麻煩嘅。咁如果你話論股票，其實早幾年即係如果有買運程書嘅朋友都知㗎，早幾年就年年我都話美股會比較好啲，美股比較好啲。咁去到其實我覺得幾年前你已經同我講咗呢一樣嘢㗎啦。係幾年前就話美股好啲，美股好啲。但係去到2026年咧，就反而咧就係美股一般，係啦，就冇特別睇好得咁勁。因為其實美國而家好多時候都係即係靠嗰7巨頭啦，即係嗰啲一啲叫做科網嘅嘢啦，即係一啲 AI 啊各方面啊，即係科技夾硬撐起咗股市嚟㗎嘛。咁因為咧，我哋嗰派啦，咁我哋咧就攞中國嚟做嗰個立極點。咁西邊咧，咁就當係英國啊、美國啊，我哋就當係西邊嘅。咁佢哋咧去到2026年咧，本身咧就係叫做三碧是非星。三碧是非星咧，咁就代表住是非嗌交、爭執、戰爭、麻煩事。咁再加埋下元九運咧，本身就二黑病符位飛到去嗰個西邊。咁所以2026年啊，英國啊、美國啊，即係西邊嘅地區咧，就23，咁就係叫做一個叫做鬥牛殺嘅意思，咁亦都係代表住係容易嗌交、爭執、打交、打仗嘅。咁所以呢一樣嘢，我覺得都要特別注意、特別小心嘅。同埋我好記得嘅2025年，我好似年中，等我得閒炒翻個新聞鋪翻先。咁嗰陣時咧就係我記得好似星島，咁佢有訪問就話睇下特朗普同埋Elon Musk 嘅八字啦。咁嗰陣時咧我有睇，我就話特朗普嘅八字咧本身咧佢係一個商人思維嚟，好中意揾錢嘅，佢唔好打仗嘅。但2025年佢有機會打仗嘅，咁佢的而且確就真係做呢樣嘢啦，係啦，咁同埋嗰陣時都有講佢同 Elon Musk，因為嗰陣時好 friend 嘅，我就話佢哋應該會因為利益而即唔 friend 啦，即係咁樣。的而且確佢哋而家變咗做咁樣啦。咁所以其實因為特朗普
佢個八字咧，既然喺2025年咧認咗做真係打咗仗啦，咁所以佢去到2026年再加埋成個美國嘅地運嚟講，其實都幾麻煩，甚至乎去到2027年咧，咁美國咧咁亦都係2+2，咁其實咧就係一啲天災人禍啊、傳染病啊、大嘅麻煩事會更加多，所以要特別注意、特別小心啦。OK，即係西方國家即係有可能非常亂，即係又即係係咯地緣政局啦，跟住之後又有呢一個天災人禍啦，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喎。所以你話美股係咪即係可能啲倉位部署要少？即係我有叫我啲客就係見好就收嘅，即係其實你賺咗錢就 O K 嘅，即係我覺得錢你冇可能賺到最盡㗎啦，因為可能你未必係最低位入，你又唔可以最高位放，其實你賺咗你應該賺嘅嘢，我覺得就 O K 咁樣。咁啊會唔會有啲話即係黑天鵝事件啊？我覺得有機會，大機會嘅，但係就唔知係26定27啦。應該26、27年應該會發生一件比較大嘅事情嚟到應咗個赤馬紅羊劫，因為赤馬紅羊劫呢樣嘢咧係由避唔到㗎啦，係咪啊？其實佢由北宋時期一個古人叫做柴望提出嚟嘅，咁佢嗰陣時咧就發現好奇怪喎，點解逢係丙午丁未年都會有一啲叫做大嘅天災人禍、大嘅事情、大嘅變動發生啊？咁佢嗰陣時咧就統計咗，咁就1260年，咁佢咧就 total 去計咗，真係有21次嘅赤馬紅羊劫。咁當時咧即喺北宋嘅時候咧，佢就寫咗本書就叫《丙丁歸鑑》，咁就想同大家講話我哋逢係丙午丁未年，我哋好小心啊，注意啊！咁跟住咧，因為佢北宋人嚟嘛，跟住後尾咧就發生咗靖康之恥、靖康之難。咁大家都知就對於中國嚟講係一個極大嘅一個打擊啦。咁樣就北宋就轉咗做一個叫做南宋啦。咁所以其實再之後，其實一路陸陸續續，其實都係。我覺得有啲難避免嘅，特別係而家仲係下元九運，再加埋赤馬紅羊劫，即係火上加火，咁所以好容易即係一嚟火克金啦，咁二嚟就可能一經濟嘅動盪啊、變化啊會好多嘅意思啦。咁同時間咧，其實成個2026年嚟講咧，我覺得係可能大家係好一窩蜂啊，因為虛擬啊嘛，咁所以大家成日都會抱有一啲不切實際嘅期望，例如前排大家炒黃金，炒完黃金啊炒白銀，白銀甚至乎我見到有啲人攞住啲投資嘅銅條添嘅，即係嗰啲銅嘅，係啦，嚟緊又話唔知又要咩投資嘅鐵咁，即係我覺得大家係有啲瘋狂誇張嘅亢奮啊過度。我直頭見到有一間公司，佢唔係做白銀生意，只不過佢個名係叫做乜乜白銀控股有限公司，啲人就即係無啦啦炒起咗佢啦，即係唔係太過實際。我哋嘅角度，你要賺錢，人係賺唔到你認知以外嘅錢嘅。所以其實如果你話你要股票投資獲利，即係好似阿小珍你咁，即係專業人士，我覺得係絕對有可能嘅。咁但係嗰一樣嘢，可能一般人買股票淨係識 number， 你哋只賺止蝕位又唔識，你連市盈率係乜嘢你都可能未必知，咁你點樣買啊？你好難獲利，所以我覺得係專業嘅嘢交俾專業嘅人做，即係你唔好賺一啲你以為好容易嘅錢，其實反而係好容易係一啲叫做陷阱啊！係啊，我覺得反而要小心呢一方面，我覺得要注意。好啊，呢個真係絕對係我哋即係喺馬年投資方面嘅智慧啊嚇咁。咁嗱，如果真係講投資方向同板塊啦，其實你頭先都俾咗啟示我哋喎，係咪啊？跟住繼續係屬火嘅嘢啦。火係最旺嘅，即係可能一啲叫做科技啊，或者可能能源啊、石油啊，甚至乎有啲美容啊、化妝，做啲屬火嘅嘢就會 hit。地產得唔得咧？我見近期個地產股嗱，我哋啲 friend 咧而家成日都約出嚟見面咧，就係因為啲大雕傾掂咗。請食飯係咪啊？我都要去食下飯先，等我得閒去食先。呢個 moment 啊嚇，啱啱過完立春之後咧，雖然個市況動盪，但係你見啲地產股咧，其實喺近期嘅高位嘅咁樣。咁亦都聽到咧，外面咧即係新樓都賣得唔錯啦。嗰個成個嘅地產感覺上都係有啲回暖啊咁。地產又得唔得咧？今年如果地產嗰就排第4。排第1係火，排第2係金，咁但係金未必一定係金融噶嘛，咁佢可能係一啲叫做銀行啊、鋼材啊，都係金方面嘅嘢，又或者資源。係啦，即係唔同嘅金或者鐘錶界都可能係金，即係總之屬金嘅嘢，又或者可能珠寶界都係屬於金嘅意思。咁中間就係木，木就等於可能一啲叫做教育啊、一啲嘅紙媒啊，或者可能一啲醫療啊，咁係排中間嘅位置嘅。我哋嘅好朋友土就排第4位啦，係啦，排第4位，咁所以就可能一啲叫房地產啊或者基建啊就排第4啦。咁最差反而係水，
水係啲咩？旅遊、航運、貿易啊、酒店啊，呢個比較差啲。OK。因為其實可能因為以前喺白運嚟講咧，即係好似世界大同一樣咧，咪成日都好似有個我哋有一啲叫做全球化，我哋大家做生意，你有咩資源，我有咩資源，我大家齊齊變好。咁但係去到九運咧，大家咧就開始越嚟越獨立啦。咁開始係我為咗我國家謀利，你為你國家去全球化啦。係啦，我唔想同你合作啦，我唔想有任何嘅協議啦，我會違反協議，我會退出我哋所有嘅。多得落 Donald Trump 咯，就係。係啦，我要退出我哋嘅問題。其實因為2025年即係運程書嗰時都有講嘅，即係2025年會有呢啲嘅事情，即係國際之間一啲嘅國際嘅公約會違約啊，或者可能會有啲嘅問題啦。去到2026年呢件事會更嚴重，咁所以佢有機會就係因為咁樣，所以導致到咁可能以前呢個國家免簽證嘅，而家你要簽啦，呢個國家你唔可以去咯喎，我就可能就會導致一啲叫航運啊，或者可能酒店啊、旅遊業啊、零售其實都 feel 到㗎啦，講真係。咁即係水啊要避㗎咯喎。係啊，零售都係麻麻地嘅。好掂得㗎咯喎，即係啲零售股啊、旅遊相關啊、消費啊、飲食，事實上佢哋而家嘅股價都真係喺啲低位嗰度。咁啊，之前就係9961，即係攜程都跌得好慘啦。攜程就係最水咯，就係啦，我哋當係最水喎，真係。咁如果嗱頭先你講到啦，嗱金排第二啦，咁剛才你都有睇㗎啦，哇啲金啊、啲銀啊 ，even 比特幣啦，比特幣其實係算其實火定係比特幣佢屬於火金，因為而家香港政府成日都 FinTech， 我哋發展金融科技，咁其實佢而家論咗啲火，所以我就覺得好似零售方面其實佢哋都係可以變形，因為九運你唔變個世界就變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，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咁樣㗎，你可以唔進步，個時代會淘汰你，即係你要諗辦法，即係例如我以前我係賣水嘅，咁我齋喺個士多賣水，咁以前梗係冇問題啦，咁你而家科技進步，咁可能你可以考慮你喺個直播間嗰度賣水，或者可能你諗啲水做一啲唔同嘅一啲嘅 promotion 啊，即係我覺得你可以咁樣練，即係做生意嗰啲老虎蟹都要加啲科技落去咯，咁講法。其實原則上係㗎，即係等於好似而家 HKT Mall 咁樣，咁佢本身網購啊嘛，咁但係啲人可能中意去街市，咁但係有啲人真係好忙啊。而家人哋有得網購去街市即日買即日送，咁又 OK 啦喎，即係佢不停地轉，不停地變咯。因為我覺得其實腦袋係最重要嘅，即係智慧呢一樣嘢其實係對於你揾錢啊，或者係對於你一啲叫做做生意啊，我覺得呢件事你一定要變啦。因為而家9擺到明就係咁樣啦，咁你可以繼續。即係等於以前智能電話你出嚟，我可以繼續用我嗰啲大哥大，或者可能用嗰啲撳掣嗰啲係我繼續用撳掣，我繼續用以前 Nokia 3120啊。係啊，你可以繼續，咁但係個時代咪淘汰你咯。你以前慣咗 send SMS，而家開頭個個都用 WhatsApp 咯喎，咁用 WhatsApp，咁可能你要同內地溝通，個個都用微信喎，咁你都要自己去學習噶嘛。同埋以前可能老人家爸爸媽媽未必識得打字嘅，咁而家佢哋都要識得打字啦。即係你個時代就係咁樣，所以我覺得你做任何嘢都好，就算香港政府都好㗎，其實佢都發展咗好多一啲 IT 啊，或者可能啲科研嘅嘢啊。即係我覺得你一定要咁樣做，咁可能嚟緊你先至個生意先會做得成咯，而唔係一路喺度坐喺度怨，又冇生意，嗰啲網購啊搞到我冇晒生意啊！而家啲人啊，淨係北上消費，你唔可以咁樣。你諗下，我點樣去融入得到咧？或者我有啲乜嘢咁特別嘅嘢？即係既然嗰件事人有我有，咁我應該係要做到人有我優。我覺得呢件事反而會好好多。非常好講得。咁嗱，如果係咁樣啦，聽到有波動啦，咁樣有啲嘢又要避啦，咁係咪我哋做投資咧？我哋經常都會提到嘅就係短中長線啊嘛，咁樣。咁波動係咪好難去長線㗎啦？但係又啱啱學你話齋，踏入嗰啲九運咁樣喎，咁你行20年㗎嘛，係咪啊？20年去2024年去到2043年。咁我應該揀啲嘢去長坐呢20年啦，定係還是其實你都係唔好搞咁多嘢啦，馬年你都係短炒為上啦咁樣。我覺得點分咧？我覺得咧就係正常嚟講咧，金水年嘅話咧，乜嘢叫金水年咧？即係雞年啊、猴年啊、鼠年啊、豬年啊嗰啲會表現得好啲嘅。係啦，即係可能以前可能16、17、18嗰陣時嗰啲金融都幾好㗎嘛，即係嗰啲股票都唔錯。我記得好似18年又去到3萬幾點嘅。有㗎，係啦。咁嗰時就係去到嗰啲金融啊嗰啲就會特別好嘅。嗰時係升騰訊同埋平保咯，18年、17、18年。係，因為17、18年就係我哋講緊叫做雞年啊，同埋一個叫做馬騮年，咁都係屬金嘅意思。咁因為而家都仲屬火嘅，因為火咧其實就唔理金融股票嘅，同埋因為火咧其實喺2026
26年嚟講啦，其實香港都有佢嘅八字噶嘛。咁香港嘅八字嚟講咧，其實就係嗰個比較忌火啊。咁所以香港可能變動都會比較大。所以我覺得呢幾年其實就盡量可能就係如果我哋見好就收，盡量你有得短炒就短炒。因為如果你話想長線嘅話，你一定要等佢跌落嚟噶嘛。我哋經濟有看波週期，所以我哋等到佢谷底嘅時候，到時我哋再攞翻，我覺得會好啲。真係犀利！我覺得佢哋係完全係知道個經濟週期係即係點樣玩法嘅咁樣。喂，咁定係而家咁樣？既然你話即係可能會波動啦，可能要傾向短線少少啦，咁樣唔係嗰啲。同埋最緊其實現金為王。OK 係，即係攞多啲 cash 咁樣。發生咗嗰件赤馬紅羊劫嘅事情先。26、27年我哋唔知道係幾時發生，大機會可能係27年發生，可能27年嘅農曆4、5、6月，可能到時就會發生。係啦，有機會。咁如果真係嘅話，我覺得就不如等一等咁樣，到時再趁低吸納。因為正常嚟講，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呢5、6年應該經濟會好翻啲。因為而家其實自從疫情打後咧，其實個經濟佢一路都陰下，陰跌係最麻煩嘅。除非你真係有件大嘅事情發生，咁跟住然之後我就真係可以趁低插咗個底。係啦，咁但係你一路都陰下，好難啊！即係呢件事其實你投資都比較要等咯，有啲耐性。咁如果係咁樣，你建議係即係集中去投資定分散咁樣去做咧？我個人一路都等緊。我自己就等緊機會嘅，係啦，儲多啲本金，儲多啲彈藥，到時再一次過。到期時之後就睇準你要嘅嘢，就先至去入啦。我覺得係咁樣嘅，咁但係當然啦，你話有啲閒錢嘅，想試下自己投資目光嘅，咁都冇所謂。即係只要個錢你覺得唔涉及你嘅生活嘅，即係你唔會輸咗嗰一筆錢，而即係我覺得你好輕鬆地玩，你會 OK 嘅。咁但係你如果好緊張，因為我而家我用睇上網咧，即係早排咪啲白銀升咗好多嘅，呢一個禮拜跌咗40%。係啊，好誇張啊！白銀由高位冇50%啊，今朝50啦，因為點解我咁留意咧？因為我哋公司有出一啲嗰啲飾物嗰啲嘢，咁我哋嗰啲飾物都係有啲銀噶嘛，有啲金有啲銀，咁所以點解我會咁留意？原材料價格啊，所以你好留意。好誇張！我由開頭我做到而家，其實佢最高峰嗰陣時，佢個價錢升咗5倍。由我開頭做嗰陣時升咗5倍，咁我哋即係做啲原材料，我哋都好貴，或者成本越嚟越貴，冇辦法啦。咁跟住咧，而家跌翻落嚟咧，其實反而對於可能從事一啲可能首飾啊或者珠寶，其實係有幫助嘅。因為我同一啲珠寶公司即係都熟啦，即係會傾其實金價跌你哋未着數咯。佢哋話其實唔係啊，反而其實個零售會好差，大家一貴就唔想買啦嘛。我覺得跌翻落嚟其實反而係有個好處嘅咁樣咯。咁但係一啲可能散戶就賺跌啦，咁我直頭見到咧，我網上我見到有好多叫做好多媽咪啊，即係媽咪就可能就係攞咗好多錢去買嗰啲叫做銀條係嘛，銀磚咁啊，咁跟住然之後突然之間就輸晒。係啊，高位接貨咯變咗。好似再上一次都係咁樣啦，咁所以我覺得大家下次就真係要注意一下。OK， 好啊，咁咧嗱，我哋咧上集咧講住咧一個大環境宏觀嘅馬年嘅運程會係點樣咧？咁究竟個人又如何咧？我哋下 part 翻嚟再同大家講咧。